小弟，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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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外息，啊，外息。外公，先生，你无死，你袂死，哎呀，弟，你永远都袂死。我今朝病足痛的，我有待一天，我袂死。你袂死，快紧来！哎呀，扶你紧来走。来，我会死，我不会去啊！哎呀，扶你来走起来，我会死，紧起来，我会死。咱华家民主，拢互你甲我摕涂骹打。敢讲你唔知咱华家在当地是有名望的人，若凭你的武功，你无法度通我掠迄两个小囝。哼！安尼我以后是要安怎有敢见面？阿爹，你莫责备阿兄啦，是我叫阿兄放因走的咯。唉，打你这15岁查某囡仔，打你是捌是啥？都是你大兄唔对。无啦，是我哦，用死为了阿兄，阿兄才放因走的呢。你要哪会安尼做啦？啊，人因都无怪我，啊你强强要甲人掠去关，安尼我心肝就艰苦的了。起来，起来！我跟你讲哦，以后若有啥物代志，你免说你，我若叫你安怎样做，你就安怎样做。是你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才害了阿爹甲你妈。只要你的良心若会安，哎呀，这你互阿爹责备几句啊，袂要紧。阿兄你足好诶，是讲，因你两个兄弟啊吼，即马唔知流浪去倒位去啊。哎呀。我的鼻袂好，我会死。会啦会啦，你妈咧较勇敢的，咱到咧避凶地，阿兄都有办法医好你的病。我惊我活袂到避凶地。哎呀，你哪这无勇敢呢？哎呀，哎呦喂，我感觉病足痛，还佫扛水伫老话。我惊，哎呦，爱勇敢，爱勇敢，查甫囡仔，大丈夫男子汉，就爱较勇敢的一点仔，皮肉之伤有啥物要紧呢？哎呦，你若袂感觉艰苦，
就真紧就会好啊。哎呀，来喙较红一下，哎呦，快啉来咧。我真勇敢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这嘴大，喙焦，嘴大。无你待在遮倒咧。哎呀，来外口找看有水无？哎呦。哎呀，我袂用搁再连累你。做这款讲的代志，天嫂，你要我死，袂啊！我的鼻洞是袂好，头上翻你泪大哥。 大哥，你为小弟是啥物所欠做？临机奈何，不为心难落。有用小弟早晚年久，未来的日子上悠悠。 大哥，竟连累我，你身体是怎承受？为小弟，你也奔走不休，为着小弟，厝边是摇篮球。 予我死，你着后顾无忧。客嫂，望小弟你有地有天心啊！天下是做亲，咱兄弟你安离。
是你家嫂归来亲大哥，有死有仇，咱有家谱，咱兄弟论弟，处处啊奔波。3年日子记过去，再苦也不免来过3年。小弟啊，你千万唔通来袂伤心，一直保了啊！我哥为难你。大哥，看到门眼对不听，抱着阮大哥。我就石头唔就搬落去。哎呀，啊啉来，你看平镇要到位啊，咱来平镇你就会好啊。你搁较勇敢的啦，哎呀，你去。前久都无钱，咱去平镇人嘛唔敢看病，哎呦，行。哦，你看。哦，你看，这天顶包落来只只啊，迄天要送互咱食的，你来食这只。这只啊，阮的啦，啥物人叫你甲阮摕去？袂假袂实，搁想要甲阮食，你食迄物件你加叫哦。小弟，
才借我互阮好无？袂啦，是啦，阮小弟吼破病，还阁过工无食，你好心一下啦。你这骗子啦！你免老后白讲啦！你敢知影我是出来学偌久，搁射偌久，连头一摆去射着鸟仔呢？我要摕这鸟仔倒来甲阮阿娘点，才不爱互恁食咧。稀罕，我就太嘛。起来，哎呀，搁我都爱你惊。哎呀，你甲我变讲食我是气人落，你无食哪会我赢啦？哦，我都骗人，骗笑，我就食你这鸟，阮袂死咧。我真是伫破病的款哦。你看，这就是啊，到门口，搁啉奶来。这个。好啦，你莫甲喊啦。小妹，你这人哪安尼啊？人阮鸟也毋好你才你到阮兜来哦，袂见笑。你怎毋好误会？我是来这要找人呢。找人？无你要找啥？我要找武帮魔啊。武帮魔？也毋过阮这也无叫做武帮魔的人啊啦，你一定是约毋对。我看你转去好啦。嘿，我问足侪人啊，细母的敢若这间啊尔呢。细母的，敢若这间是无毋对，啊毋过阮兜也无一个叫做武帮魔啊啦。啊毋过，叫小新兼张文林要死的时，伊拜托我甲伊传话，啊阮也无法度记着伊，我都无法度去报答伊的恩情。拜托的啦，你甲我帮忙咧啦。小姐，有影啦，阮阿兄袂共骗呢。你敢知影阮是食偌济苦，才我倒来甲这，一路人拢要甲阮刣呢，来这搁找无阮要找的人。你敢知影阮心肝偌艰苦？是啦，那我找武帮我，毋是要叫伊创啥尔啦，我是受人之道，中人之私利。好嘛，无我出来去见阮阿娘，毋就好咯？哈，伊是恁阿娘？是啊，安怎？是啥物人叫恁来？去消长长主。走，恁马上甲我离开这个所在。无咯，迄碧霄堂堂主皇台死了后，伊叫我甲你转达，我还袂讲呢。你啥物都免讲啊！伊讲你是伊的师妹，啊伊皇台死，恁哪会袂艰苦啊？阿娘，你哪安尼无情呢？你敢知影？恁阿爹是安怎的比赛？假使阿娘若是意气用事，连阿娘也无性命，你知毋？无咯，伊还阁讲叫你着替整理问候呢。伊错了，伊以为我必然会为我的翁婿报仇。阿娘，啊毋过你是有武功的人，你应该替阮阿爹报仇毋才对啊。伊说，你想看觅，冤上无好时了。我绝对无要搁再干涉江湖上的恩怨，所以，当主人刣死了后，有人要向阮找剑谱，阮小弟哦差1点仔就险要叫人刣死呢。阿娘，你救因啦！爹啦，你莫搁甲我摸的爹。你叫做什么名啊？刘三。人我叫做霍医生呢。哦。你放心啦，人阮阿娘的意思是我阿娘教的呢，恁小弟一定会足紧就好起来哦。真是的。这包药我摕去，按时互伊服药，相信伊真紧就会好。多谢阿姆。你用个走。哈。哎呀。行啦。咱是要去倒位啊？我嘛唔知。等。
恁敢无出息？阮老爸真早就死去啊！啊，恁老母咧？你莫讲我老母，莫讲！师妹，久违咯。铁销先剑剑谱，好啊！假使我若是得到剑谱，连成必胜宝剑，我今仔日敢还阁会忍气吞声，互你踮在这个所在耀武扬威是毋？杀父之仇，我永远都袂放你煞。只可惜我无得到剑谱，所以才提出江湖。原来是李顺兄姐为啥叫你小姐来找你？恁一定将迄剑谱早就交代好你。伊阁想袂到讲你遐尼坚决，无要出江湖的代志，无要保护事，所以一直拢无用。最好你剑谱交代来好我，我要达成当爸母人的愿望。要若无去啊！放手啦！放手！阿娘！既然你也坚心要替阮吃，我会互你母仔囝平安过日。假使你剑谱难交出来，我就互你母仔囝共你做基。放开我查某囝！唔通对我开杀戒！若安尼死吃，该看你是毋是连成铁销仙剑。